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同大家測評全新嘅米高奧宏 Pad。呢隻奧宏有固定 B 狀態，翼足極高，身高173厘米，搶點型前鋒，位置 CF。課金技能係疾風變球同埋爆發加重。所以今期影片我會分享一套最完美嘅家電方案，幫你發揮佢真正嘅威力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先點讚訂閱我個頻道，以後有最新各式家電攻略，你可以第一時間睇到。事不宜遲，大家可以保存我呢套家電5091012 3，搭配89卡比路教練加成，額外增能減敏捷。奧宏嘅總評可以衝到105呢。呢隻奧宏優缺點非常明顯，173嘅黃金盤口身高同埋盤球數值高，會導致佢嘅手感非常好。速度唔錯，但作為跑狗，我建議你幫佢搭配一個頂得嘅 partner，例如 G 巴、C 朗。目前版本對矮仔前鋒唔太強勢，如果速度唔係拉得好大嘅情況下，佢嘅優勢唔係太明顯。另外，佢嘅默認增能係攻滿，令到佢冇辦法突破100，而且相同位置競技角色太多。最後呢啲技能值得幫佢補齊，二次足球同埋牛尾巴。最後我對佢嘅評價係 A 級。跟住落嚟嘅係野豬戴維斯，固定 B 狀態，翼足高，身高168厘米，破壞者風格，位置 DMF、CMF。課金技能係身體攔截同埋高速回放。家電方面推介04、08、11、51，搭配89卡比路教練嘅加成，額外增能減敏捷。戴維斯嘅總評可以衝到105呢。呢隻角我建議將佢打防守型中場，喺速度、防守、對抗同埋體力都唔錯。防守型中場嘅關鍵數值都高。佢嘅打法類似馬基里尼，喺中場通過大量嘅跑動進行攔截，但係破壞者風格容易飆波。雖然佢腳長有12，但係佢身高實在太矮，容易出現伸腳但係接唔到波嘅情況。我建議你幫佢搭配一個指揮官或者中場屏障風格嘅防守型中場，例如洛迪、維拉。最後我對佢嘅評價係 A 級。最後一名球員係比提，固定 B 狀態，翼足中，身高150厘米，全能中場，位置可以打 DMF、CMF、LMF。課金技能係身體攔截同埋進攻好手。家電係05、58、10、40，搭配89卡比路教練加成，額外增能減敏捷。比提嘅總評可以衝到103。佢嘅盤球有啲低，其他數值都合格。身體攔截技能對於中場嘅攔截作用都幾大。我建議佢嘅打法係偏向防守嘅 CMF， 但係作為中場球員，佢亦足得中，我認為係非常大嘅缺點。如果你哋陣容缺少 CMF， 都可以試下。最後我對佢嘅評價係 B。今期嘅影片去到呢度，再見。